66岁资深艺人廖俊日前经传去年底脑中风住院，引起粉丝们担心。廖俊儿子廖景德透露，父亲是因小中风加上流感才会住院，虽然有请外佣看护，也在医院复健1个月，但走路仍需用拐杖，无法回家过年。但一直以来都带给观众们欢笑的廖俊，得知自己最近成为热搜关键字，也笑称自己要再红一次。廖俊经传中风住院后，不少演艺圈友人纷纷前往探视关心。除了舞台老婆彭彭之外，曾与廖俊演出父女的本土剧女星李燕，也趁拍戏空档前往探视，并带了一把乌克丽丽让喜爱乐器的廖俊练习，不但可以杀时间，还能够顺便复健。对于外界关心的病况，李燕也透露，廖俊仍然口齿伶俐，反应灵敏，依然谈笑风生。听到自己跟他说你最近很热搜，廖俊也开玩笑的回说要再红一次。不少网友也纷纷献上祝福俊拔早日康复，父女俩感情真好，燕燕真有心。祝愿俊拔早日康复平安，超爱看他跟彭彭以前一起搞笑的国片。